教育部政务处长张廖万坚伫6月带团去到北流参加活动的时阵，互媒体甲野出伊是带看守做伙坐公务车出入，而且公司是无分明的。这张廖万坚伊是补回讲，除了家己的机票以外，包括着这带暝、食的，也是讲交通费，全部拢是自费。若阵有讲白贼，伊愿意辞职。 我非常坦荡啊！我跟大家报告哈，如果我所言不实，我愿意辞职。表示若讲话无实在，愿意请示落台。教育部政处张廖万坚，早机票收据甲北流的饭店收据，定清绝对无公私不分。伊讲，跳数请伊带团去北流进行运动外交的时阵，知影经费无够，都表明家己出钱，家己无助理，就带外籍真好的太太。在当地的生活费、日资费、餐费。 包括媒体不时提到我们动用公务车这个事情，完全是错误的报道。我们当地是自行聘用，说我太太用公务贵宾室，我要跟大家澄清，因为我坐的是商务舱，我不可能让我太太坐经济舱，所以我帮她刷卡买了商务舱，她当然用贵宾室。伊强调，太太所有费用拢自费，家己敢若由体育署支出机票甲团保。报道讲，坐西关的公务车是当地自费车司机个车。接受媒体用高规格要求政务官。 暗过细节有出入，因为过去有真侪政务官带家属出去访问的证据，那咧立法经费应该为制度面来检讨，安怎互公务访问有条理营造住。 到哪个阶层啊？是到部长的阶层，还是到署长的阶层，或者是哪个阶层？我想政府还是做一个明定的标准。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清楚的去界定的这个规范，也希望从这个事件当中，让公部门好好的去检视。有媒体问是不是运动部要成立，定了是运动部长热门人选之一做着针对。伊讲将来毋捌被政处部长的职务，运动部成立对台湾运动界是大代志。是不是有人安尼？外口资料报道表示尊重，毋过无希望运动部的成立会有政治斗争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